Hello， 我係 Zion。10年前咧，其實我係做緊一個設計相關嘅行業。嗰陣時發生咗一件事，我老細同我講：喂，不如我升你職，加你人工好冇啊？咁我當時梗係話好啦。之後我就揾翻我 senior 傾偈，佢就同我講：係啊，你老細炒咗我啊，應該係嫌我貴啊。咁當其時我嘅 senior 咧，佢揾嘅人工係我嘅3倍，而我老細最後加咗我幾多錢人工咧？加咗我500蚊。喺嗰一刻我就喺度諗其實我嘅人生會唔會都係咁呢？5年後、10年後，我會唔會面臨同一個命運呢？當我人工高嘅時候，我老細亦會唔會炒咗我，然之後揾個 junior 啲嘅加佢幾嚿水去代替我呢？我亦都想係我後生年青嘅時候，可以追求到自己好多唔同目標。而10年後嘅今日，其實我係真係多謝我當初10年前嘅自己，去同自己講：喂，我不如試下呢個行業啦，我可以喺人生10年後真係做到 work-life unbalance。我亦都覺得自己已經係滿足到我當初嘅要求。咁萬通呢一間公司，咁我覺得最大嘅優勢係比其他公司行得前好多。依家好興嘅 crypto 啦，咁萬通呢一間公司，佢係第一間將 crypto 應用喺產品上面，咁令到佢喺市場上面佔有一個前瞻嘅地位啦。其實佢都大大提高咗我哋嘅效率同埋質量。佢喺市場上面真係行得好前瞻同埋好快。今日你有冇諗過10年之後嘅你會多謝今日嘅你呢？咁你亦都有冇諗過10年前嘅你都有呢一個契機，只不過你冇去把握呢？萬通保險投有遠見，保有未來。